武林寶典今季4歲由方嘉柏馬房評分由52分起步，今仗初出於沙田1000米草地出戰，配報文負127磅於12檔起步。該區出閘後順利於外欄領頭位置，以偏快步速進入最後400米仍保持優勢，在最後200米輕鬆越過中環精英，最後在好地至快地時間0比55.57及末段21.79以第一名過終點。以全日各場賽事以正常至偏快步速下，該場能夠在快標準時間快11線完成，這偏差下此區在領放跑法下已有如此表現甚為出色。關於此區賽後需抽取樣本檢驗。藝人郭富城名下新馬武林寶典本身抵港後曾受傷並休息超過1年，不過今日正式首次上陣，卻被捧成2倍半大熱門，並且飛到馬道，不但擊敗大熱門中環精英贏馬，而且還捧走北京會所杯，表現色。賽後馬主郭富城說：武林寶典2歲時由我購入，當時我已經知道他是有能力，天生速度銳利，骨架生得好靚，真是好靚仔。他今場在港初出跑田草1000米直路賽，可以不需戴眼罩也可以跑直路，表現很好。武林寶典的腳部傷勢反覆，醫好後再試閘，可惜又再傷。我願意付出耐性，並請方嘉柏不用心急催谷該區，讓他慢慢醫好。武林寶典今場一出即勝，我和方嘉柏都十分感動，練者更感動得眼濕濕。我要多謝方嘉柏和其馬房對馬兒的照顧，以及布文出色的發揮。根據上述情況，此匹4歲澳洲馬今季已見成熟，質素不足之馬若健康正常，相信評分應該還有很大上升空間，值得長期留意。如果覺得以上資訊有幫助，請訂閱並推薦一下，多謝。